随处可见的花草，有个人能够如数家珍。它的客家名字叫做嘎圈菜，假的青菜。嘎圈菜。对，然后这个假青菜类似的还有另外一个没有毛的，好，当然这个是有毛，叫羽毛梗。就是这上面对不对？对，我们看到这细细的那个毛。你用手去摸可以感觉得出来。对，这个东西国语的名字很好看，很好听，叫金露花。这个是道地客家话的名字叫汪天基，好。花草名有说文解字的巧妙。杨世生6年前参加新竹县海陆客家语言协会，开始编著花卉的客语念法，一片一叶开始寻渊源。如果你开始喜欢想要认识植物的时候，也许你就眼睛稍微开一点，会注意到它。像我是比较喜欢植物，那我就会专门关心这个东西，是这样。一个人一支笔，在荒野中享受探索乐趣，用行动体现知识，也细细回味老祖宗的生活智慧。早期塑胶袋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啊，它的纤维，它的这个树皮纤维嘛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树皮纤维啊，就晒干以后可以做拿来当绳子用。对，懂得才会珍惜，否则突然错过多少惊喜。杨世生于是集结所学，自己发行双月刊，记录北埔绿色生态。我想，把我这个学到一些很浅薄的东西啊，跟乡亲们分享。所以刚刚这样走了一段啊，也是一趟学习之旅，而且散步心情浓厚，就散步心情也很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有空就去行行啊。哦，海陆腔就有空就去走走。那4县我们说有海、秋溪、行行爱，有空就去行行啊。爱护环境从认识它开始，是基于这样的信念，所以杨世生投入了自己的资源做研究。他说，与其坐在路边拍手叫好，不如自己当个实践者。散步心情浓厚，有喊秋溪行行爱。散步心情浓厚，有喊秋溪行行爱。